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哦，有部分癌症的保险有无单于无理赔的条款，因为医学进步已经有未少癌症的治疗不一定爱单于，所以嘛影响到朋友的权益。早起哦，就有立委开记者会，要求金管会甲卫生福利部，就要伫3个月内提出相关的解决办法。癌症已经连续41年排国人10大死亡的第1名，而且治疗癌症的人数一直增加，民众对癌症商业保险的需求嘛对伫增加。不过最近部分癌友发现，家己投保癌症险，后来嘛确诊癌症，却无法度得到理赔，都是因为保单内容规定必须爱住院才当理赔，认为真无合理。因为当时他的保单认定住院必须要长达7天以上。然后住院的间隔必须要30天才能够请领保单。病友团体表示，伫新药啊、新科技一直伫进步，真侪癌症已经若亲像慢性病，治疗过程会当伫门诊直接食药啊，还是注射，无一定都爱住院。不过部分保单内容无对时代伫修正，甚至有一寡癌友为着符合保险理赔条件，使用尽办法来住院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批评，这是健保总额不足的结果，无法度加速癌症新药的给付，才会造成相关的争议。健保不理赔，我没有纳进去，那我个人去投保了相关的商业保险，那申请理赔的时候又面临种种困难，我觉得这在台湾的社会不应该发生。现在有些疾病就是很多先生都有提到，不一定是要进行住院哦，所以这一块目前我们也是在进行相关的一些检讨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要求金管会甲卫福部必须伫3个月内提出解决的方案，也呼吁卫福部伫健保总额以外成立癌症新药多元支持基金，帮助弱势癌症病友，予因适当的医疗补助。健保署是讲，已经甲癌症病友团体协助收集问题，最近会甲金管会甲保险业者讨论，希望会当顺利解决商保给付的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